上次就講咗點解保安員咧咁難請人咧，嗰5個原因啦。今日咧就講下解決方法。第一就時間長咩問題咧？咁時間長咧，大家可以點解決咧？第一可以揾啲8個鐘頭或者10個鐘頭嘅保安做咧。第二咧，咁有啲就伙計咧會揾啲兼職做，咁啊唔需要日日返工，咁就可以解決呢個時間長嘅問題咧。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人工少，咁當然啦，你初入職咧，人工一定會少啲啦。咁如果你做下有機會升職啊，升到主管啊、主任啊，甚至係經理咧，咁人工自然會高好多啦。所以咧，人工多定少咧，就視乎你付出努力幾多咧。第三就受氣啦。咁我相信打工仔無論你做邊一行，都會遇到唔同客戶，都會需要受氣。所以咧，受氣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保安呢行先有咧，任何行業都會有。問題就係睇你嘅心態點樣去對待呢樣嘢，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。第四就係假期少啦，好多時就話星期6日啊都放唔到假啦。咁調翻轉頭，如果所有人都係星期6日放假嘅，其實你出街啊或者係出去消費啊會好逼啦，好多人啦。調翻轉頭，保安員咧或者我呢行咧好多時都放平日。咁平日咧你可以享受比較自由啲啊，或者同人唔使咁爭逼啊。所以其實平日放假都有好處嘅，可以享受啲時間更加多、更加自由。第5冇前途呢方面咁冇前途睇你點睇法咧？呢樣嘢好似我自己亦都係有一個普通保安員做起，一路做到保安經理，甚至而家就開埋自己保安公司。咁你覺得保安呢樣嘢係咪有冇前途咧？問題就睇你點樣去做，點樣去有冇俾心機去做呢樣嘢咧？任何行業你只要肯俾心機做，一定都會有前途嘅。所以咧，以上5個問題咧，其實都唔係個問題，問題係在於你個人點睇咧。OK。